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到立法院报告追加预算案，讲追加的878亿未增加债务。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是火大削这个预算书，炮轰讲进前有部会来做谣言，讲拿白乱抬预算。伊当场要求杜英泰爱来道歉。杜英泰道歉了后，嘛强调讲有部分并不是做谣言哦，确实是有煽动的状况。 就先来搞一个复活赛，因为你不爽，好不爽被删嘛，哈、这没有什么不爽，所以我才问，是不够的问题。我才问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带相关部会首长到立法院报告追加预算案。 先强调讲，提出追加的878亿未增加债务，颠倒是回变地方补助款636亿，还有原住民禁止开发的补偿24亿，另外包括提升国军台语59亿，甲办理罢免甲公投15亿。因国民党的立委质疑讲，大罢免是安怎都要全民出钱。你来罢免我，现在请我把这个钱给你。好，我们这个我没有罢免你，罢免是公民所发动的。说我们把中小企业的预算都删掉了。 请问一下，预算书里面有吗？有删吗？院长要不要道歉？报告委员，如果是因为冻结而误戳为删除，那这一点我表示道歉。指控进前被造谣乌白读预算，王宏维起一个写预算书，杜英泰当场回失礼，也毋过嘛强调讲话并唔是谣言，确实有删除。另外，北党团进前推动军人台语条例，每个月增加3万块，行政院申请实现，也未列入明年度的总预算。114年来。 只要是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告的，马上就执行了。全中华民国有史以来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有一个周荣泰。你也是第一个大罢免大失败，你也是第一个不了解暂时处分的委员。双方拢无要收呢，是讲同款是各方议题。美国在台协会长真罕见公开甲国民党立委会面讨论美台防卫合作，嘛表示处长郭立言嘛伫顶礼拜甲国防部长郭立雄会面过。有关跟 AIT 交流是我们各项台美军事交流里面的一环。 讨论台湾甲美国进一步的合作，是讲敏感的时期 AIT 的会面，嘛被认讲预算会期对国防相关的议题正关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